台经院公布1月国内经济甲景气调查，预估制造业未来半年的景气会豆豆变好。不过半导体供应链可能因为中东的情势影响，上紧要下半年才会全面复苏。展望今年台湾经济成长受到消费甲投资支持，外需的表现回升，而且国内经济成长率会维持伫3.15%。好消息是，外销的表现可望转好。欧美的库存已经去化了，所以今年对台湾的外销来说，反而是好的一年。我们台湾内需主要是从去年5月开始解封，消费大爆发，这样子的荣景在今年也可以维持下去。去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大概就是1左右，今年可以到3.15，比去年大概至少增加2个百分点。那外销市场出现希望，以去年12月的制造业、服务业甲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，拢有相关的趋势。颠倒看咱国内内需市场，虽然会继续呈现稳健。不过受到中东情势影响，可能会干扰供应链，物价落价的步伐也是会真慢。伫半导体产业的部分，而且上紧下半年才会慢慢复苏。台积电会以先进制程持续实实在在啊做，拓展咱国内甲海外市场。台积电其实在这个今年上半年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上，应该还是相较于其他的一个半导体业者，是一个比较一枝独秀的一个局面。反观其他的，包括的在这个 IC 设计业者，或者是其他的2线的晶圆代工业者来看，那在这一块的部分的一个业绩，可能还是会有好坏参半的一个局面。观察今年全球的经济也是充满挑战，包含红海危机升温，也有极端气候打乱全球的供应链，到尾也有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，这恐惊拢会为咱台湾的贸易甲投资表现投下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